乡亲继续来看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到今年满100年。这个协会是日本时代社会运动的前辈蒋渭水等人创立的。为了要鼓励着少年学生来讲台语，台湾文化协会来举办着蒋渭水台语汉诗吟唱的比赛，鼓励着国中生、高中生报名参加。第一名有20万的奖金哦。春酒嘉宾只求拜，声调抓甲真标准。台语老师金道虎的7言诗，少年一代接力吟唱，互大家拢看甲真美。爱我名自由泪。为了鼓励少年仔讲台语，政府和基金会就会举办蒋渭水台语吟诗唱歌比赛。当时我们文协的一些先进用文化、艺术包括音乐、美术戏剧、电影等等的来提升国民的素质以及对这块土地的认同。文化部长李永就讲，为了纪念先摆成立文化协会的目的，传承台语需要继续加油。尤锡坤嘛亲身吟一段古诗：江风起好对秋眠。为即麦开始到7月30，国中3年到高中3年的学生会当报名传影片，网络有真侪专业的台语老师亲身表演给你看，透过举办大型比赛，希望学生在咧生活中会当加讲台语，传承本土文化。